咁啊嗱，我先講咩係九運咧？咁嗱，我哋中國嘅曆法咧，其實係同天上面嘅天星沖合匯合，即係大家嗰個有好大嘅關係嘅。中國人咧就將呢啲天上面嘅星辰嘅位置咧編咗一個我哋叫做三元九運嘅曆，有180年就分做60個甲子3個，咁然後咧再響60甲子裏邊咧就分做20年一段，咁就用 number 1、2、3、4、5、6、7、8、9嚟編排。咁上元咧就係1、2、3，中元就4、5、6，下元咧就7、8、9。嗱，咁我哋今日咧就係我哋而家嘅時空咧，就啱啱係入到去下元九運呢個時間，所以就叫大家就叫呢個做九運啦。咁而每一粒呢啲數字咧，1、2、3、4、5、6、7、8、9咧，又同我哋嘅易經、八卦、河圖、洛書啊等等嗰啲嘢咧，甚至係陰陽五行咧，全部有一套嘅關係喺度嘅。所以九運除咗個九字之外咧，其實佢就代表咗好多嘢嘅。